大家好，我係歐陽國良醫生。通常夜晚我哋沖完熱水涼啊，刷完牙之後呢，就會覺得好容易瞓着噶啦。因為身體會收到睡眠嘅信號，令到身體知道夠鐘瞓覺啦。呢啲信號呢，其實對於意識層啊同埋潛意識層呢，都係好重要嘅。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叫做 The Power Down Hour 嘅概念，佢可以幫你養成一套特定嘅睡眠前嘅習慣，同你身體呢釋放一啲信號，令個身體知道呢幾時應該瞓覺。喺每晚臨瞓之前呢，都可以用30分鐘呢做呢個練習嘅。頭10分鐘呢，首先呢處理好臨瞓前要做嘅嘢，例如準備第2日要着嘅衫啦。之後嘅10分鐘呢，就用嚟刷牙、洗面啊、換睡衣啊，跟住將燈光較暗，令到你大腦意識到而家呢係瞓覺嘅時候啦。最重要係最後10分鐘呢，要嚟放鬆精神，因為放鬆之後呢，會同身體傳遞睡眠嘅信號。如果有可能呢，最好喺黑暗嘅時間呢完成呢一步。跟住我會向大家介紹一系列嘅放鬆練習，順序咁去試一次，最後你就會知道邊一種方式呢最適合自己。希望你之後呢會晚晚都有覺好瞓。少少技巧令你晚晚安枕無憂。